你是我神，是我的依傍，在我無助困苦中，你在細聽察看，是我磐石與拯救，是我高台與詩歌，你體恤我，你保守我，你是我神，是我的依傍，在我無助困苦中，你在細聽察看，是我能力與保障，是我盾牌與幫助，你應許我，你在掌舵，我向你禱告，縱使我軟弱，我雖失信，你仍然可信。面對的山嶺那麼高，路徑艱難如沒去路，但信靠你，你定會開路，向世界宣告，你是我盼望，我心相信，靠着你得勝，讓你的手替我爭戰，奉你的名成就美事，一心依靠你，遵行你旨意。你是我神，是我的依傍，在我無助困苦中，你在細聽察看，是我磐石與拯救，是我高台與詩歌，你體恤我，你保守我，你是我神，是我的依傍，在我無助困苦中，你在細聽察看，是我能力與保障，是我盾牌與幫助，你應許我，你在掌舵，我向你禱告，縱使我軟弱，我雖失信，你仍然可信。面對的山嶺那麼高，路徑艱難如沒去路，但信靠你，你定會開路，向世界宣告，你是我盼望，我心相信，靠着你得勝，讓你的手替我爭戰，奉你的名成就美事，一心依靠你，遵行你旨意。我看着眾山嶺，吩咐他們挪開，在你並沒有難成的事，你教導我禱告，要帶着信心宣佈，相信你定會
種生命，吩咐他們挪開，在你並沒有難成的事。你教導我禱告，要帶着權柄宣告，相信你定會聽到，向世界宣告，你是我盼望，我心相信，靠着你得勝，讓你的手替我爭戰，奉你的名成就美事，一心倚靠你，遵行你旨意，一心倚靠你，神蹟必可看見。讓你的手替我爭戰，奉你的名成就美事，只想看見，我只想看見你旨意彰顯。各位，今日係聖餐主日，雖然我哋唔能夠一齊喺度守聖餐，但都讓我哋一齊透過一段嘅經文同埋呢個守聖餐嘅時刻，我哋大家心連心一齊守主嘅聖餐。經文記載喺馬太福音26章26到29節。他們吃的時候，耶穌攞起餅嚟，祝福就遞給門徒，你們拿住吃，這是我嘅身體。又攞起杯嚟，祝謝了，遞給他們說：你們都喝這個，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，為多人流出嚟，使罪得赦。但我告訴你們，從今以後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裏，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。他們唱了詩，就出嚟往橄欖山去。我哋諗起耶穌基督對我哋嘅愛，耶穌基督喺守聖餐最後晚餐裏邊，佢所講說話嗰種心腸，佢用呢個杯同埋呢個餅嚟代表佢嘅身體，代表佢嘅血，讓我哋一齊去思想佢嘅愛係何等嘅大。今日我哋成為何等樣嘅人，係主愛我哋先至能覺得嘅。讓我哋都謙卑我哋嘅心，潔淨我哋嘅心，一齊去敬拜，去跟從我哋嘅主。我哋先一齊祈禱。天父，我哋感謝你，係你嘅愛拯救我哋，係你嘅愛去建立我哋，裝備我哋。我哋今日能夠繼續喺呢度去親近主、敬拜主，係你嘅恩所造成嘅。我哋感謝你，求主再一次赦免我哋嘅罪，讓我哋能夠成為你合用嘅器皿，喺呢個世界嘅末日嘅裏邊作主美好嘅見證。求主保守我哋嘅心懷意念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奉耶穌嘅名祈禱，阿門。耶穌話：呢個係我嘅血為你哋流出，呢個係我嘅身體為你哋擘開。主為我哋擘開我嘅身體，我哋一齊存感謝嘅心領受。
呢個係主嘅血為我哋寫嘅，全感謝嘅心靈心。主，我哋感謝你，感謝你嘅救恩，讓我哋能夠喺我哋生活裏邊見證主、傳揚主，喺疫症嘅時間作主嘅見證，為呢個疫症嘅年代，求主恩典，你臨到喺每一個人嘅身上。多謝主，係奉耶穌嘅名祈禱，阿們。我屬於你，你是我永遠的福分，世上一夜在你殿中獻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榮美，世上一切變黯淡，除你以外，我還能有誰？能不能就讓我留在你的同在裡？能不能給我力量，讓我更多愛你？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一夜在你殿中獻上敬拜，全心全意來愛你。我屬於你，你是我永遠的福分，只想一夜在你殿中獻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榮美，世上一切變黯淡，除你以外，我還能有誰？主啊，我哋屬於你啊，我屬於你，你是我永遠的福分，只想一夜在你殿中獻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榮美，世上一切變黯淡，除你以外，我還能有誰？能不能就讓我留在你的同在裡？能不能使我力量，讓我更多愛你？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一夜在你殿中獻上敬拜，全心全意來愛你。能不能就讓我留在你的同在裡？能不能使我力量，讓我更多愛你？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一夜在你殿中獻上敬拜，全心全意來愛你。能不能就讓我留在你的同在裡？能不能給我力量，讓我更多愛你？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一夜在你殿中獻上敬拜，全心全意來愛你。能不能就讓我留在你的同在裡？能不能
是我力量，让我更多爱你。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一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全心全意来爱你。献上敬拜，全心全意来爱你。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早晨！我哋今日同大家一齊思想嘅一個題目，愛主係什麼意思？愛主係什麼意思？先睇兩段經文，《申命記》第6章4到5節，同埋馬太福音22章35到40節。申命記話：以色列啊，你要聽，耶和華我哋嘅神係獨一嘅主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愛耶和華你嘅神。馬太福音咁話，內中有一個人係律法師，要試探耶穌，就問佢話：夫子，律法上嘅誡命，哪一條是最大的呢？耶穌對佢話：你要盡心、盡性盡意愛主你嘅神，這是誡命中嘅第一，且係最大嘅。其次就係要愛人如己。這兩條誡命係律法同埋先知一切道理嘅總綱。經文話俾我哋聽，愛主係律法裏邊最重要嘅要求。我哋嘅生命愛主先至係最重要。但乜嘢叫做愛上帝？咩叫愛主？咩叫做神愛世人呢？呢幾個字，從一方面去睇，我哋好容易明白，就係神愛世人，我哋清楚嘅，就係耶穌為我哋釘十字架，為我哋流出寶血，賜俾我哋救恩。我哋大家答案都係一樣嘅。但咩叫做愛上帝呢？大家答案就唔一樣噶啦。有啲人認為愛上帝就係做好一個基督徒，有好嘅基督徒見證。有啲人覺得愛上帝就係要努力嘅為主傳福音。有啲認為愛上帝就係為主喺教會裏邊熱心侍奉。有人認為愛上帝就係將整個家庭帶整個家庭信耶穌。仲有啲人認為愛上帝就係每日讀經、靈修、祈禱，而都有當然有啲人認為愛上帝就係喺努力喺金錢上面奉獻，使到教會嘅一切嘅工作需要有充足。嗱，呢啲全部都係愛上帝嘅表現，但係係咪呢啲就係等於我愛上帝呢？今日我哋用一啲時間再深入啲嘅去思想。我會從聖經裏邊攞4個例子出嚟，係表示其實唔等於愛上帝嘅。有呢一啲嘅表現，要表現唔等於就係愛上帝。先睇一個就係耶穌對法利賽人同埋文士嘅一啲嘅責備，喺馬太福音第23章1到36節裏邊，係相當長嘅，所以我一陣淨係講出相關嘅經文出嚟。當時耶穌出嚟傳道嘅時候，社會裏邊有文士、有法利賽人、有撒都該人，呢啲人都係社會嘅宗教領袖，佢哋相當受人尊重嘅。尤其係法利賽人，佢哋係敬虔主義嘅代表，佢哋嘅解經，佢哋公開嘅教導，都係解釋聖經嘅權威。我哋熟悉嘅保羅
佢亦都係法利賽人嘅門生。呢啲嘅人，佢哋外表裝束非常之健全，喺手上邊有經文，佢哋成個樣嘅打扮就係一個非常之愛主嘅打扮。但係耶穌並沒有稱讚佢哋。喺四福音裏邊，每當耶穌提及法利賽人、文士呢啲嘅人嘅時候，耶穌總係責備佢哋。喺今日喺呢一個嘅馬太福音第23章裏邊，耶穌更加指出佢哋7方面係話法利賽人同埋文士有禍了，用有禍了嚟形容呢啲文士同埋法利賽人。我哋睇睇啦。第一，耶穌斥責佢哋係天國嘅絆腳石。經文咁話，因為你哋正當人前把天國嘅門關了，自己唔肯進去，正要進去嘅人，你哋也不容佢哋進去。所講嘅係呢啲法利賽人，佢哋係好着重律法，但係忽略咗救恩。佢哋一路強調律法嘅裏邊嘅意思，加咗好多嘅生活嘅條文落去，其實係幫唔到佢哋可以入去天堂，而將呢啲嘅條文亦都同樣同其他人教導，所以耶穌話自己入唔到天堂，你仲要阻止人哋入天堂。第二，佢哋係初信者嘅迫害者。經文咁話嘅，因為你哋走遍洋海陸地，勾引一個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卻使佢哋作地獄之子，比你哋還要加倍。所講嘅係乜嘢呢？就係一個人入教嘅時候，佢哋將好多律法上嘅條文加倍嘅教導呢啲嘅初信者，使佢哋感覺到信呢個嘅作一個嘅猶教徒係一個非常之辛苦嘅事情。第三，耶穌話佢哋係假教師，即係話佢哋唔係按正義嚟解釋聖經。第16節話，你哋話凡指着殿起誓嘅，就算不得什麼；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嘅，他就該謹守。佢哋將起誓嘅殿同埋殿裏邊嘅物，仲係再仔細嘅去分嚇。但係其實耶穌話乜嘢誓都冇起，但佢哋卻係用自己嘅意思去解釋呢個起誓嘅意思。第四，佢哋係假冒為善嘅人。23節話，因為你哋將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獻上1/10，那律法上更重要嘅事，就係公義、憐憫、信實，反倒不行了。佢哋雖然有做1/10奉獻，但係佢哋將錢奉獻之外，佢哋自己生活上邊，佢哋卻係一個冇良心嘅人，行為上邊係同個健全係完全分開。第五，表裏不一嘅人，因為你哋洗盡洗淨杯盤嘅外邊，裏邊卻盛滿了勒索同埋放蕩，就好似佢哋嘅裝束一樣，外邊所着嘅非常之整齊，好光鮮，但係佢哋心裏邊佢係惡毒嘅，佢係勒索又害人嘅。第六，指佢哋係惡毒嘅，因為你哋好像粉色嘅墳墓，外邊好睇，裏邊卻裝滿了死人嘅骨頭同一切嘅污穢。法利賽人同文士，佢哋都好着重墳墓，佢哋會喺墳墓出邊將佢擦得非常之乾淨。但係墳墓裏邊裝嘅係咩呢？係死人嘅骨頭。而耶穌就用呢個係形容緊呢啲文士同埋法利賽人，佢哋嘅外邊係好乾淨，但係裏邊係充滿住罪惡。第七，義人嘅劊子手。經文話，因為你哋建造先知嘅墓，修飾義人嘅墓，說若係我哋喺我哋祖宗嘅時候，
必不和佢哋同流先知嘅血，這就是你哋自己證明是殺害先知者嘅子孫了。喺過去都唔知幾多嘅先知，佢哋受呢個宗教呢啲宗教嘅人士佢哋嘅逼迫，法利賽人嘅逼迫嘅裏邊，佢哋死了，但係佢哋喺外邊，佢係將嗰啲死人嘅墳墓都將佢修飾得非常之靚，但其實裏邊死嘅人就係死於佢哋嘅手中，所以耶穌就斥責呢啲法利賽人同埋文士，佢哋外表係一個宗教敬虔主義，但佢哋嘅生活並不是嘅。外表好似好愛上帝，但實際上佢哋嘅行為，佢哋不是愛上帝嘅。呢種係耶穌所不稱讚，甚至被責備嘅一班嘅人。跟住我哋睇第二段經文，就係亞拿尼亞同埋撒非拉佢哋嘅例子，喺使徒行傳第5章經文咁話，有一個人名叫做亞拿尼亞，同佢嘅妻子撒非拉賣了田產，把價銀私自留下幾分，他和妻子也知道，其餘啲幾分攞嚟放在使徒腳前。彼得話：亞拿尼亞，為什麼撒旦充滿了你嘅心，叫你欺哄聖靈，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呢？田地還沒有賣，不是你自己的嗎？既賣了，價銀不是你作主的嗎？你怎麼心裏邊起這意念說？起這意念，你不是欺哄人，係欺哄神了。亞拿尼亞聽見這話，就仆倒斷了氣，聽見啲人都甚懼怕。經文背景呢，係喺前幾節嘅裏邊，當時教會好興旺，好多人信耶穌，而其中有一啲人呢，佢哋甚至係將自己嘅家產賣咗，販賣公羊去供給其他嘅信徒。當中有巴拿巴，佢係將佢自己田產賣了，全部奉獻。亞拿尼亞同埋撒非拉可能係見到巴拿巴佢嘅行為備受多人嘅稱讚啦，咁樣佢亦都想跟着呢個巴拿巴嘅行為，亦都將自己嘅家產就賣了。不過佢賣咗之後，私底下就攞起一筆錢，剩低嘅一個部分，佢就攞去同彼得講：呢個就係我所賣嘅我嘅家產，我將所有嘅嘢都奉獻俾教會。彼得就問佢：佢話呢個就係你所有嘅嗎？佢話係我所有嘅。所以彼得就同佢講：其實你俾唔俾所有嘅俾教會呢，係冇問題嘅，你可以俾幾多係隨你自己心意。不過你既然唔係將你自己所有嘅攞出嚟，你口裏邊又話係我將所有嘅嘢都攞出嚟，呢個就係欺哄聖靈。一講完佢就死啦。當佢死咗之後，佢嘅太太從外邊翻嚟，彼得同樣嘅問佢太太：你嘅奉獻係咪就係你將你所賣嘅全部奉獻呢？佢太太話係，所講嘅同佢丈夫一樣。結果同樣嘅就死咗喺聖靈嘅擊打嘅裏邊，兩夫婦就死了。嗱，變賣自己嘅家產，將自己嘅嘢奉獻，呢個豈不是愛主嘅表現嗎？但實際上，亞拿尼亞同埋撒非拉，佢哋心裏邊唔係真係咁樣嘅愛主，佢哋係為自己而做咗呢個嘅動作出嚟，所以佢哋不蒙悅納，反而係被擊倒，即時就死了。第三個例子係舊約嘅一個王叫做掃羅，係以色列人嘅第一個王。經文記載喺第撒母耳記上第14章同埋15章，我將兩段經文攞出嚟作一個對比。14章咁話，掃羅執掌以色列的國權，常常攻擊佢四圍嘅一切仇敵，就係摩押人、亞捫人、以東人和瑣巴諸王，並非利士人。他無論往何處去，都打敗仇敵。掃羅
奮勇攻擊亞瑪力人，救了以色列人脱離搶掠佢哋之人嘅手。嗱，喺呢段經文其實係俾我哋知道，掃羅王係一個非常之盡忠嘅一個嘅國王，佢係一個好勤奮嘅國王，所有嘅打仗佢自己親自落場，親自率領，所以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開放嘅一個皇帝。不過經文跟住咧第15章嘅時候就咁話，撒母耳對掃羅說：我不同你回去，因為你厭棄耶和華嘅命令，耶和華也厭棄你做以色列嘅王。撒母耳轉身要走，掃羅就扯住佢嘅外袍同埋衣裳，佢嘅衣襟就撕斷咗。撒母耳對佢話：如此，今日以耶和華使以色列與你斷絕，將這國賜於比你更好嘅。但呢段經文同上邊一段經文就成為一個好大嘅對比。喺呢度用兩個字厭棄，因為你厭棄耶和華嘅命令，耶和華亦都厭棄你做以色列嘅王。佢厭棄佢做咗啲乜嘢呢？就係佢打仗翻嚟，上帝叫佢唔應該有嘅嘢，佢就將佢攞咗落嚟，私底下攞咗落嚟。呢個行為其實同亞拿尼亞、撒非拉佢哋欺哄聖靈嘅行為咧有相似嘅地方。所以佢上帝叫佢唔應該做嘅嘢，佢卻係做咗，表示佢嘅心裏邊佢冇敬畏耶和華，因着佢冇敬畏耶和華嘅緣故，耶和華就厭棄佢做王。佢雖然為以色列人係付出咗好多，但佢係被上帝所拋棄嘅。第四段經文咧，我要講嘅係另外一個人，就係猶大。馬太福音第27章5節，猶大把那銀錢丟在殿裏，出去吊死了。猶大係邊個？佢係耶穌12個門徒其中之一個。而呢12個門徒裏邊咧，其他嘅門徒好少提及佢哋嘅職責係乜。不過猶大聖經有提到，就係佢係管理財政嘅，即係喺12個門徒佢哋嘅生活裏邊個掌管錢嘅係猶大，係一個相當嘅重要嘅職位，亦都相信係一個可信嘅一個嘅人。不過呢個人最收尾係自殺死咗，吊頸死咗。點解呢？就因為佢出賣耶穌，最收尾佢係自殺死。我諗起猶大佢嘅生命都俾自己好多嘅反省。耶穌12個門徒跟住佢3年幾嘅時間，猶大係其中之一個拋棄咗自己嘅生活，跟住耶穌過簡樸嘅生活。聖經形容耶穌係冇枕頭嘅地方，即係話冇今晚喺邊度地方瞓都唔知。佢嘅食係簡單，住係簡單，而到處都係為服侍人哋。猶大同埋其他11個門徒都係咁樣嘅，跟住耶穌3年幾嘅時間。但係聖經話呢個人如果唔生喺世界上面仲好。呢個係耶穌對猶大嘅評價。哎呀，猶大佢豈不是都係愛主先跟咗耶穌3年幾咩？但係聖經形容佢唔係真係一個愛主嘅人。佢雖然其他嘅行為都好似係好愛主去服侍人哋，不過佢心並不是愛主嘅心。所以呢4個法利賽人同埋文士，耶穌認為佢哋不愛主；掃羅王，耶穌認為佢不愛主；亞拿尼亞、撒非拉，今面將咁多嘢奉獻，但係都唔係愛主；猶大跟住耶穌工作咗咁耐，都唔係愛主。
祷告寻求你面，我们整理所有的恶行，定义单单跟随你。这我们是属你的子民，就是下父神的心。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，也要看见复兴。我们呼求你，阿爸父，这里的宝座在这地，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，奉主名的呼求，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荣耀高举你的生命，复兴这地沉沦的君王，我们欢迎你。是我们同行在你面前，以祷告寻求你面，我们整理所有的恶行，定义单单跟随你。主，我们国家是属于你，求你来掌管全地，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，荣耀再次降临。我们呼求你，阿爸父，这里的宝座在这地，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，奉主名的呼求，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荣耀高举你的生命，复兴这地沉沦的君王，我们欢迎你。我哋呼求你啊，阿爸父，呼求你，阿爸父，这里的宝座在这地，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，奉主名的呼求，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荣耀高举你的生命，复兴这地沉沦的君王，我们欢迎你，复兴这地沉沦的君王，我们欢迎你。
係咪而家我要講一講乜嘢叫做愛主呢？咁樣我要從耶穌嘅生平同耶穌嘅教訓裏邊咧，我哋去先去了解耶穌自己佢嘅生活係點樣活出愛主嘅表現。先睇頭一段經文，就係馬太福音第4章第4到第10節。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嘅山，將世界嘅萬國與萬國嘅榮耀都指俾佢睇，對佢話：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將這一切都給你。耶穌說：撒旦退去吧，因為經常記着說，當拜主你嘅神，單要侍奉他。喺耶穌面對魔鬼試探嘅時候，魔鬼曾經叫佢你好肚餓啦，耶穌禁食咗40日。魔鬼話：我而家將石頭變食物俾你。耶穌拒絕。第二個將耶穌帶去殿頂上面，叫耶穌跳落嚟，唔使驚嘅，我會保護你。耶穌拒絕。再帶佢上到去呢個山上面，將世界榮華指俾佢睇。你只要同我跪拜，呢啲一切就係你嘅。耶穌拒絕，撒旦退去吧，我只係會尊重上帝，榮耀上帝。喺耶穌嘅生命裏邊，冇咩其他係比起尊崇上帝更加重要。我諗起有好多嘅基督徒喺生命裏邊啱啱信主嘅時候非常愛主，但係喺生命嘅路途裏邊，有好多時候都經唔起一啲世上嘅誘惑，榮華富貴。本來係將基督擺喺生命嘅第一，結果喺呢啲榮華富貴面前，將自己跌低咗，喺榮華富貴面前跌低。喺耶穌嘅生命裏邊，冇其他，一定係上帝先至係佢最重要嘅。第二喺馬太福音26章39到44節，呢個係耶穌喺客西馬尼園裏邊嘅一個掙扎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禱告說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，然而不要照我嘅意思，只要照你嘅意思。第二次又去禱告說：我父啊，這杯若不能離開我，必要我喝，我就你嘅意思，就願你嘅旨意成全。第三次禱告嘅時候，都係同先前一樣。呢次耶穌係喺客西馬尼園，下一步佢就要面對被釘喺十字架，被鞭打，被釘死。耶穌同我哋一樣，佢係有肉體嘅生命，佢面對住呢個鞭打同埋被釘，佢心裏邊都覺得係好害怕嘅事情。但係喺個禱告嘅裏邊，佢自己卻係信服天父嘅意思。佢3次祈禱。佢同上帝講：可唔可以用我免去呢個十字架嘅苦難？但係天父冇答應佢，而佢就話：就用你嘅旨意行喺我嘅身上。耶穌願意順服上帝喺佢嘅生命嘅安排，呢個就係耶穌愛主嘅表現。冇自己嘅意思，只有上帝嘅意思。係第三個，係耶穌自己親自所講嘅說話，係約翰福音14章21到24節。耶穌話：有了我嘅命令又遵守嘅，這人就是愛我嘅。愛我嘅必蒙我父愛他，我也要愛他，並且要向他顯現。猶大問耶穌說：主啊，為什麼要向我哋顯現，不向世人顯現呢？耶穌回答說：人若愛我，就必遵守我嘅道，我父也必愛他，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與佢同住。不愛我嘅人就不遵守我嘅道。你們所聽見嘅道不是我嘅，乃是差我嚟之父嘅道。經文裏邊2次提及。遵守我嘅道就是愛我嘅。
有了我命令又遵守嘅，就是愛我嘅。人若愛我，就必遵守我嘅道。後邊再補充一句，不愛我嘅人就不遵守我嘅道。喺耶穌提及呢個愛主係咩意思嘅時候，並不是講你帶咗幾多人信耶穌，並不是講你花咗幾多時間去讀經祈禱，亦都唔係用你用奉獻咗幾多嘅錢。耶穌係話遵守我嘅道，這人就是愛我的。原來遵守耶穌嘅道，遵守聖經嘅說話，喺神嘅眼中係先至係最重要嘅，呢個係最基本嘅、最初心嘅嘢。跟住第四個例子就係喺約翰福音21章15到17節，係耶穌同彼得嘅一段對話。他們吃完早餐，耶穌對西門彼得說：約翰嘅兒子西門，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？彼得說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穌對佢話：你餵養我嘅小羊。耶穌第二次又對佢話：約翰嘅兒子西門，你愛我嗎？彼得說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穌話：你牧養我嘅羊。第三次對佢說：約翰嘅兒子西門，你愛我嗎？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佢話：你愛我嗎？就憂愁對耶穌說：主啊，你是無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穌話：你餵養我嘅羊。嗱，今次咩叫做愛主呢？就係遵行主所託付你嘅事。前面一路都冇講佢係工作，但今次係一個工作，係主所託付你嘅工作，你去做好呢個工作，呢個就係愛主。上帝對我哋生命都有一個呼召，有啲人上帝呼召佢作傳道人，有啲人上帝呼召佢係作宣教士，離鄉別井。但係唔係個個都係傳道人，唔係個個都係宣教士。上帝可能係呼召你做一個律師，或者呼召你做一個醫生，或者做老師，或者做社工，或者就係普通一份嘅工作，包括埋家庭主婦。上帝吩咐你做嘅，呢個就係上帝對你嘅託付。上帝好重視佢對我哋嘅託付，佢三次同彼得講：彼得，你愛我嗎？而三次彼得都話：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穌三次嘅答案都係一樣：你牧養我嘅羊。呢個係上帝對彼得嘅託付，你做呢個工作。彼得係要專心做完呢個工作。今日有好多嘅基督徒喺我哋嘅生命裏邊，我哋唔知道上帝喺我哋生命所託付我哋嘅工作係乜。有啲人純粹為咗錢打一份工，或者有啲人為咗興趣做一份工。但係喺我哋嘅為咗生計打工，又或者我哋為咗興趣打工嘅時候，我哋都問一問上帝：你要我做嘅係咩工作？你對我嘅吩咐係乜？當上帝對你有清楚嘅吩咐，而你就做嗰個工作，這人就是愛主嘅。各位，係從呢四方面，我又做咗個少少嘅總結。第一，耶穌基督嘅生平裏邊，我攞咗兩個例子，就係耶穌無論面對乜嘢嘅試探，佢以上帝為佢生命嘅第一，唯獨尊崇上帝。第二，耶穌無論自己生命遇見到幾大嘅掙扎、幾大嘅痛苦，佢順服上帝係佢生命上面嘅引導。上帝要佢做嘅，佢冇自己嘅意思，只係跟住主嘅意思。第三就係耶穌自己嘅說話，愛我就係遵行我嘅旨意，即係做遵行聖經所講嘅嘢。第四就係做上帝要我哋做嘅工作。呢啲就係叫做愛主，係耶穌自己所講出嚟嘅。喺講到結束，我要提出三方面
作為我哋今日嘅講道嘅反省。第一，當你話愛主以先，請你明白主愛有幾多。你話你好愛主嘅時候，你先諗一諗主對你有幾愛。當你明白主對你嘅愛有幾多嘅時候，你會更加謙卑喺主嘅面前。原來我哋愛主都係一個恩典，係主愛我哋，我哋先曉得點樣去愛主。係因為我哋體會到主對我哋嘅愛，我哋先曉得點樣去愛人哋。呢個第一方面。第二，當你喺度計算緊你為主付出有幾多嘅時候，請你先諗一諗主為你付出有幾多。當你諗到主為你從天上嚟到地上，從地上去到十字架，從十字架去到墳墓，你見到耶穌基督嘅降卑，耶穌嘅犧牲，耶穌嘅代價，都係為着你，為着我。有人同我講，佢話牧師啊，其實你哋做牧師傳道比我仲好，因為星期一你哋一日假期，我哋星期一到星期六都返工，星期日仲要喺教會裏邊參與好多事奉，做小組啦、帶敬拜啦，或者好多工作，我哋連一日嘅休息都冇。我當然明白啦，即係呢個係香港嘅社會狀態，但係並不是同我有啲咩計算，冇用嘅。你最重要諗一諗，上帝為你付出咗有幾多？佢愛你有幾多？佢被釘十字架付出嘅代價，你又能夠明白有幾多？第三方面，當你話我好愛主，你自己話自己好愛主係冇咩用嘅。最重要嘅係耶穌話你愛我。當你同我去到最收尾喺耶穌基督嘅面前，喺天堂嘅裏邊，耶穌話你呢個忠心良善嘅僕人，你嚟同我一齊坐席啦。嗰個時候先至係我哋嘅最重要嘅成績表。喺你嘅成績表裏邊，耶穌俾你嘅評分，呢個係非常之愛主嘅人，你就有福啦。並不是林牧師同你講你幾愛主，或者周邊人同你講你好愛主，意義唔大嘅。只有上帝同你講，你這忠心良善嘅僕人，我知道你愛我，你就有福啦。各位，今日呢個題目愛主係什麼意思？愛主並不是喺啲嘅表現嘅裏邊，並不是喺呢啲果效裏邊。愛主係一個生命嘅問題，係裏邊走出嚟嘅嘢。你裏邊係咪真係愛主？當然最收尾喺天堂嘅時候，天堂耶穌都對我哋每一個人講：你這忠心良善嘅僕人嚟，我要同你哋一齊作證。我哋大家就有福啦。願上帝祝福佢自己嘅說話。有幾項嘅報告事項。第一係關於喺疫情之下教會工作嘅安排。從今晚開始，和你禱會改為一齊祈禱，即係好似平時星期三教會祈禱會一樣，會喺9點鐘開始去到9點半。大家可以透過教會所發出去嘅條碼 Zoom， 你可以夾入去參與一齊祈禱。如果你唔識得點樣使用，今晚可以早啲8點半，咁樣你可以降上去個條碼，用貴片傳道會教你點樣使用嘅。至於其他嘅和你系列，即係和你唱、和你識同埋和你行呢3個宗教節目係維持不變嘅。第二，為咗加強
我哋喺網絡上邊嘅事工，教會購置咗新嘅直播嘅相關儀器，喺呢個星期開始係嘗試中。請大家為呢項新嘅工作祈禱，同埋如果你有感動，為呢個工作呢個購置嘅物品去奉獻。第三，喺2月同埋3月份，自從我哋改咗用網上直播崇拜，教會嘅奉獻係跌咗一半，需要大家祈禱同埋參與奉獻，去繼續支持教會各項工作嘅運作。另外，關於肢體消息方面，海林嘅爸爸而家喺屋企接受標靶治療，請代禱。感恩嘅係喺上個星期有教會嘅牧者上到家庭去探訪佢爸爸，係決志信咗耶穌。請為佢嘅信心同埋呢個嘅繼續嘅成長去祈禱。另外，少平婆婆喺星期2已經返到屋企，而家佢身體疲弱，心情唔好，同埋信心軟弱，需要大家喺禱告裏邊紀念。偉斌弟兄喺前個星期都係因為跌倒入咗去威爾斯醫院，而家依然留院接受物理治療。以上係教會各方面嘅報告，請大家為教會嘅事項去祈禱。記住，小心保重身體。上帝祝福大家。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、天父上帝嘅慈愛、聖靈嘅感動，常與眾人同在，從今時直到主再來。大家唔好走住啊！大家 like 咗啟光嘅 page 同埋 subscribe 咗我哋嘅 channel 未呢？如果未嘅話，大家記得即刻做啦。同埋右下角咧會有個鐘仔，咁大家撳咗之後咧就會收到啟光堂即時嘅資訊嘅喎。喺 YouTube 嘅朋友咧，大家可以喺呢度即刻咧撳個 I 字，大家撳入去咧就會有傳道會有新。而 Facebook 嘅朋友咧，可以喺下面 comment 嗰度咧，會有條新嘅 link。大家依家撳入去啊！兩位傳道人都等緊你啦，拜拜。